兄弟川多三郎係南家楊哈利嘅私人律師，今日能夠主持楊哈利先生同埋林文英小姐嘅婚禮，本人覺得十分榮幸。但係弊當事人楊成業老先生有種遺囑交到俾過我嘅，佢指定喺婚禮未舉行之前當眾宣讀。現在請各位靜一靜。立遺囑人楊成業臨終遺言，由律師川多三郎當眾宣讀並執行之。蓋聞婚姻大事，崇尚戀愛自由，盲婚啞嫁，抱憾終身。吾兒哈利及林文英小姐任何一方提出反對，雙方即可解除婚約。老有特成，半生辛勞所欠債務一筆勾銷，另相贈港幣100萬元，並請協助吾兒守成創業，以慰我在天之靈，楊成業足。咁請問林小姐你？嘿，唔使問啦。喂，去邊度啊？我去機場啊！媽咪爹哋，拜拜。拜拜。